议会临时会延续议员赵坤元讲，有人伫警局大细声一事，对此议员蔡淑慧特明白点出是12月7号暗时9点到11点，有议长候选人因为疑似网络霸凌，前往中正派出所大细声。蔡议员要求警察局长调查清楚案情，并且保存当时录影的证据，敢有妨害公务。如果是警方辞职，这个当事人就有权利在派出所咆哮我们警方吗？他有没有这个权利？有没有这个权利？你跟我说，有没有这个权利？因为不知道状况，没有办法回答议座。局长，你们要睁眼说瞎话。我跟你说，局长，你要给我保留台南市中正派出所12月7号晚上9点到11点的现场监视录影带，不可以任何烧毁，不可以任何取消或任何那个，你也袂当给我取消过哦。我今麦正式跟你讲，未来如果他们是不是妨碍公务，我们要举证。12月7号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段时间，在中正派出所所有现场的监视录影带，你不可以给我销毁哦。局长，我现在正式跟你讲，我今天在这个大会上正式提出来。我跟你说，管理人不是我，局长，管理人是派出所所长。好啊，派出所不是你管的吗？派出所不是你管的吗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你是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呢？任何一个分局、那个派出所不是你辖管的吗？任务分工。蔡议员在质询当中，因为本局长讲出调监视器是派出所长负责，以及干是针对性的政治议题，引发议员不满，嘛惊证据因此被毁掉。有2摆局长裁定被赶出议事厅。刚刚讲那句话，现在好像搞不好，现在各个分局就开始，我们局长在讲的哦，所以张海落要大什么，落要大拢全部给消消去，会不会有这种状况？会不会可能有这种状况？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不合法的命令，没有一位严警会听不合法的命令。不合法的命令绝对不会听嘛，对不对？那照你这样讲起来，那这3年多来，台南市政府警察单位发生的警纪事件，不就是个屁？他就是必须要负责。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啰里吧嗦。今天议员是在提醒你，该做的证据保全。该做的行政规则要怎么做？哪是让你这样子随便高兴这样子翻云覆雨的？所以麻烦一下注意一下，警察不卷入行政注意一下，行政中立，注意一下政治的纷争，警察不介入。注意一下你基本的态度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在反质询还是要干嘛？有请你回答了吗？我只是在跟议座表达。我有请你回答了吗？我有请你回答了吗？政治的纷争。主席，请他出去。哦，你知影，看你会当帮阮主持一个公道，安尼遮简单的代志。你竟然讲甲遮啰里吧嗦，你实在你真正，我今日我以后搁演一句，准备来赶出去。不，你讲一届，我讲一届就是讲你若提过，我甲你处理嘛。你了赶出去。原本单纯要新武省的临时会，却引发乌道议员甲议员选举前的风波。最后，议长郭信良裁决将涉嫌妨害公务一案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。